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两天，伫咧国际新闻，咱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牵涉调查美军空袭情报，泄露予因某甲舅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10空袭的10，读10第8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10就是衫的内里，要是伫一领衫的顶面加踏一领起哩，比如做灯塔或者是继承的意思，咱讲是细10。若古早继承爵位，咱讲是10爵位或者是10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空袭，这是利用飞行机为半空中来攻击地面的敌人目标。第二个词读做细10，这是讲过去封建时代不是民主的时，爵位会当予世代子孙来继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俄罗斯总统普廷，总统这个职位，若是会当做到死，袂输敢若是细10同款，想要互谁做就互谁做。前两天国际新闻嘛报道，本地大英和乌克兰停战30点钟，结果几多点钟后，搁再发动空袭，互西方的国际媒体批评伊无公信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10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